这个春天来得突然，好像肃杀的冬不曾存在过。万物渐渐复苏，一片浅草新绿。爱花的人会在此时移栽换盆。郑爸爸在家里翻出了几根边角木料，因为材质不同，色彩斑斓，便打算用它们做一件花器。给你联系一个厉害的东西。中国特有的紫砂，与天地草木神情契合。原料色彩丰富，俗称五色土，细腻柔滑，可塑性很强，几乎可以塑造任何形状。烧成器物后，则古朴温润，天然可爱。8根看似一样的木条，其实有2处不同，才能固定于木圈内。而木圈的上下两面设计也有差异，互相协作牵制，才能维持花器整体的稳定。紫砂从矿料研磨成粉，层层过滤沉淀，再到几天几夜的翻动烧制。年轻的匠人们也在不断尝试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突破。五行兼具，温柔敦厚的紫砂与平淡淳朴的木头一见如故。厉害的东西。这是什么东东啊？哎呦，这个是花片啊。这个是紫砂的，这是找别人定制的。就这样，放上去。卡住吧。
搞这个，啊，再插上一个花朵，这样好的，多好。我们就为了插一个小竹子，做做了一个这么复杂的花瓶。这就花瓶吧，这 Yeah 就是讲究。我觉得这个试管好呀，比你那个好嘞。说我换成试管了，你看我里面的水放在那里都不会干的，还有这么多水呢。你换过水？不会吧？啊，是换过了。都换